愚兄不肯，真这个名字乃是洞庭龙珠公主所生。他为什么要送给你？是子名唤女儿子，愿系家人来化人。凄凉生死及名字，公主她在小知道应尽人。那公主名都都归在怀里，我见此子也伤情，但愿他早修之类还笑容，不以为此事原因，因此当时名字得天作公主，花开草落在风尘大哥，大哥你一片真心吧，同啊的同主当官军听啊声，遇到是啊长期不对苦心在他的门早在女儿此次为兄也可与心稍安。